咱做老师。中央去学。大众平时。请讲师杯点到弓，分到弓，讲师好。讲师好。请坐下。各位教师、各位年龄、各位手表、各位先贤大家，大家早安。讲师早安。非常感恩着咱老朋友书记周书阳同志台湾师尊师哥两代的大家，老前义工代之先之理由，咱前年教师的陪伴，咱作为前贤大家的鼓励。我较有迄个意义的，有迄个机会，系咱中心最重要的这个事情，大家咱健康。我较嘛是有一段时间，未来到这个港台上来甲咱健康，所以讲这有无听会生疏的，会生疏，会清楚，会听所不点听分，若听所含听分的事业就会紧张，所以而家若有足个言不达意的所在，咱注意点在啲多讲符合包含指导，你相反咱若是即个本分的部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是当中教工带出会当传咱做一项。所以相对本分的部分，有哪做伙有哪了解，咱若有经过性的所在呢，咱就甲纠正一下，指教，咱进入到第5章就是讲分数之道，分数之道，比如天冠必主力，比如定歌必主逼，希望天助好合如果天，天气气势。何乐请当，言语适当，容易披露，这是分数之道，而这个分数之道，以内底当中，因为到分数之道，成为分数了后，分数就是要含评定，所以后边咱进入第6章，后边分数之道尾它都有一个主啊，父母依顺义果，分数之道了后当中，就是要进入到天地人之间，第讲第3章贵神之为德。贵神之为德，咱讲主啊，贵神之为德，依成而服，时至而不变，天时而不稳，天分而不可为，不可移。属天下之人，在人成福之成这事。拥有好如在之上，如在之所有。希望行之必书，不可作书；应可结书，夫为之见行不可样，如处仆。来就是咧讲，咧调皮地咧怎教，所以在这当中，咱慢慢归15章的这个分本。进到第6章的分布当中，咱慢慢甲这个体会。因此在这对分数之道，比如天冠必主力，比如定歌必主逼，这是咧甲咱讲，要成就分数的条件。要成就分数，咱怎样有条件？系无？要成就分数的条件就是，第一个条件就是自助。自己爱要求自己，毋过咧对去要求，所以比如天冠必主力，伊是咧讲密度，咱来讲密度，
比如天哥必主必伊是咧讲天道，咧讲关道。所以密道和关道，密道伊是密道和关道，拢是咧讲咱修道士的表现。安尼，来自助了后来就是人助，人助内底最开始去塑造着咱人的资源，对家庭内底。家庭内底就是咱人的，咱每一位拢有一个家庭，这个家庭当中就是咱的资源，就是咱人的资源。所以对自助了后来，甲人的助有人当做，人咧做是啥物人爱做咧当做？对家庭，家庭一定爱合，一定爱和，迄个做会得爱做。所以咱来讲人助就是跟天主合合，来建立意识，这个人助。对于自助了后，到人助了讲资源。咱的生活分数嘛爱有资源的，第一先爱你家己调节做自助的资源，第二就是咧讲人的资源，第三才咧讲啥物资源，才咧讲福贵性的资源。咱感觉做福，咱常常咧求的是啥？求福，福互咱啥？互咱资源，安尼讲对，对嘛吼？所以如果咱想去求福，要互咱资源的时阵，咱要安怎求？咱安尼是讲对。这是一个重点。我安尼要安怎求？我靠资源。所以你内底伊咧讲着讲对咱自助按条件来到民助家庭内底来塑造一个家庭的资源，来到建立到贵性的资源就是求福来甲咱怎？来甲咱做。如果福要甲咱做当中，咱条福爱用无？爱讲，要怎用别好讲，后边来甲咱讲。所以你内底咱有自助的条件，含人的资源，含福的资源了后，咱靠我讲数机归二定的哦。你数机归二定无遐简单的，你数机归二定无遐简单的。拄啊，下摆咱讲师咱毋是咧讲迄个数机归二定啦，安是，对嘛吼？就是讲你数机归二定，伊患难内底，伊德内底。你困境内底真的要突破咱内心的障碍，无遐简单。若无的话，不是咧做一切法来做一切事，因为真正无简单。所以人讲的讲一句话讲啦，江山易改，啥物人易？你一个江山，你换一个江山，爱死几千万人，死几百万人，甲用这资源偌济。毋过，迄是讲简单的，你若刷一个咱的本性，本人何？本人，迄个本性的物件就是咱人劣根，就是咱人劣根。所以你内底在靠对这个15种、16种当中，伊个讲资源，这些讲资源，所以你内底从抛开人家的人正常个啦，第15种的分论。分数之多，譬如星万必主逆，譬如天歌必主必，安尼咱先讲这个，譬如天万必主逆，天就是这个就是柔性，就是讲咱按他把是社会，这个就是柔性，这个柔性，咱一步一踏印，慢慢啊这个柔性，如果万是重点。就是讲叫咱爱持之以恒，逆就是逆，所以万和逆伊拢咧讲啥？讲距离，你讲有利，所以有利的时，绝对毋是上台咱咧讲的迄种有利，是咧讲咱人的心，所以咱捌明白一句话无？但愿人长久。后边一句话，天以共谈卷。虽然你天地之外，毋过咱的